赤坎乡丰年国小6年生14个学生嘅挑战自行车环岛成功，总算回到学校嘅學天妹睇門口熱烈歡迎。1200公里嘅路程，換來一頓扶老扶老嘅笑面，留下成長嘅印記。17日前3月14拜六早晨，時間午前7點，教室地度做路過吵鬧嘅。學生嘅聽到講唔得，因為一旦如果展開2禮拜嘅自行車環島畢業旅行。你們要出發嚟嘅心情有沒有？很歡喜，很開心。還有呢？還有什麼？很興奮，快樂。出發翌日拄好遇到人氣團報道，本土嘅下位講嘅是土冇要緊，天當寒冷暖意冇味，我意思也冇影響新人嘅挑戰自我嘅決心。我如果說今天不去會難過的，知道？不會啊，那就今天不去了，好不好？啊？現在決定還要出發了嗎？要。出發了舉手。好勇敢，好，不錯。今天我們要出發。出發前，校長提教室度對新人嘅心情評發，做出發前嘅最後等等。順係為野外，係為唔識離開自家研究嘅新人嘅消化不了。檢查一下裝備啦，就是盡量就是今天天氣比較冷啊，盡量給他多一件外套。我呢，嗰時我瘦啊，差唔多瘦慣波衰唔得。有啦，注意安全嘛。學生嘅同家長嘅心情完全冇同樣。新人哋聽到講唔得，做路等唔切，想愛夾夾出發。豐年國小，出發了！你環島了，開始！對學校出來向南偏去，天熱嘅目的地都係從八六港。我限睇苗栗煙都讀到嘅連沙機下嘅上架，新人哋ขี่到健身。行過天時要開熱，細細嘅面仲開路變到風風嘅。係啊，唔過冇落雨。我冷氣嚟個國區嘛。冇啊，因為暑個雨的啊太冰咧，我騎同佢騎車架下會冇乜嘅好騎。上班的時候很好。會不會很累？會。真的？那怎麼辦？還要不要繼續騎？要。有沒有信心可以環島？我也有自信唔係冇原因呢。比如28月份到學生嘅8週日前路開始展開改道嘅體育，當日就操場20天，增加體力同耐力。跑操場啊，然後裝柴呀，留給洪老師後嘅裝柴呀，然後可能就去市場上一路背，可能去到你那片啊。練習一樣體力啊。滑下來啊，另外一邊啊。零件不要掉哦。對面也有卡着螺絲哦。學習簡單嘅將自行車同保養，本學生嘅學會自家通俗減少嘅方法。身體重心壓低往前傾，就不會打翹頭了。環島之前係冇天氣嘅騎自行車出去了，本學生嘅實體了嘅各種路線同體驗，韓國對檢討當中學習面對突發狀況。去年開始甲體力嘛以歐吧，以唔係真理想啦哈，但是我哋都講慢慢的訓練，5天操場開始走，到夜嘅嚟做得當日走20天，健自行車42公里開始騎到夜做得騎105公里一年塔。因為有創有學習嘅想法，豐年國小嘅校長特別為亞洲就會離開學校嘅畢業生，規劃為騎自行車環島嘅畢業旅行。所以本身人嘅改好困難強變佢哋經驗，也希望培養新人嘅吃苦耐勞嘅精神。讀萬卷書要行萬里路嘅哈，一下現今嘅國家嘛，伊度講鼓勵新人嘅從細都做得做安尼，較勇敢嘅嘗試哈。去做旅行，應該用國語講就叫做壯遊啦，哈，做得增加佢一條
见世面的经验啦。各一方面，有安尼环岛的一只脚踏车吼，对佢来讲是一种心理上的训练锻炼啦吼。再找一下。你只要听到很怪的声音就马上停下来。不要再硬气。老师，谢谢。谢谢。办道的路况确实面对嘅改道的挑战，其中一班车尾崩裂，紧急往太阳的情形，出发的让一早晨路发生的伤败。骑过来没有注意看地面，然后就沾到铁丝就破那个爆胎。就骑到一半，突然有人发现说我的后轮软掉了，然后大家就停下来帮我修车，发现是爆胎。然后第二次爆胎是因为他们那个没有找到玻璃片，所以刚骑不久又爆胎一次。那你有吓到吗？當年係無想物嘅，放到速上，韓國喺本西阿妹痛到改上叫。在那个下雨的时候没有注意看地板，然后就直接粘过去那个木头，然后就跌倒。你放咩啊？肯定那一次。會痛嗎？痛耶。有叫嗎？想哭，可是不敢哭。睇米拜嘅路程度，成年嚟睇健身要改佢嘅情形下，100嘅戰勝7架，勇敢克服連輪來嘅挑戰。事實上，豐年國小200嘅自行車環島前，遇到嘅困難也改多，因為平陽學校經費有限，設備又唔拉。好彩歸路嘅有改到熱心嘅朋友來聽書，能做得順利進行。網地吼，很多人來聽書，天天都有人上網講，來我要開我要開我要搶是按補貼咁樣嘅。當然人家講，如何我要脾氣，照顧聽書照顧生意咧。有人義務喺出發前，要來屯成人嘅自行車做天熱維修保養。一般嘅自行車行嘅車來嘅時候，唔可以隔日水學嘅對一當過。甲也成人咧，愛起安煙，要驚遇到落雨咩，所以就掉嘅水學嘅，看冇見到鬼神咧。也有人貼片屯公司搶假，評論豐年國小嘅師生強下環島，聽書照顧成人嘅路況嘅安全。也是校長這個他的熱忱感動了我，想說這個很有意義的活動，小學6年級畢業生的那個這個當作成年禮啊，我覺得很有意義，所以都跟着毅然決然跟校長來一起去體會一下人生的樂趣。我覺得很有意義，但是我覺得最重要是老師他是用什麼樣的心態去做這樣環島。如果說你只是單純的環島，我覺得沒有意義，你騎去哪裡都一樣。可是你如果在地做那個地方的人文的教育，比方說生態啊、自然生態教育，我覺得那很有意義。冇唔錯，豐年國小嘅環島行唔但搶起其自行車嘅，歸路嘅學校為成人嘅安排程度長豐。睇到每個素材都係本身人嘅增加知識嘅教室。來，這是什麼雕？這個是透雕，對不對？這個呢？浮雕。好。都係種花綠光田後宮，目前禁止雕刻嘅流出，也下入變作為成人嘅吸收知識嘅對象。可能當到古董係當到以前嘅東西。起安煙出得冇？出得，因為可能當到嘅舊嘅東西，做得增加自家嘅知識。看到沒有？魚翅，鯊魚的魚翅。很貴哦。我們中國人把魚翅當作很補的東西，其實它就是一些膠質啦。來到宜蘭嘅太海漁港，各種各樣嘅海鮮，隨路變作為各種教學嘅東西。一袋一袋標題天內行新鮮嘅魚嘅，鬧熱嘅魚貨澎湃開始嘅，成人嘅白金木珠認真看，充分感受菜地嘅漁港風情。每次經過一個地方，校長就會教我們一些什麼，像一些什麼景點怎樣的那些什麼新知識。
可能这个在课本看到，觉得没什么意思，出来看看，不错，就觉得有那个感觉了。社会课本嘛，就是有些那些古迹嘛，它只有照片，可是我们一去到的时候，也还参观了很多地方啊。这一圈下来，其实他们真的经历到很多在地苗栗完全不一样的人事物。那我觉得这个对他们一些想法的启迪有很大的帮助。李长度当日暗部也條聲音呢，如果睇二等嘅單場嘅季度向下記錄，會地度下位時下一擺可能會變得唔清楚。如學會嘅生活技能也係人生體驗，實係一生日唔會調變去。你是不是本來不會洗衣服的？對啊，然後被老師教過啊，就會洗衣服了。上嘅動態嘅家嘅時候，同嘅平動嘅片。上架嘅時候，動上去，個要動聽，要動到看，個要動態嘅熱頭，你還要變到無言聽，還要動態嘅熱頭，都難去。冇，係喺當上我見去，因為其實上架就要下架嘅。短短2禮拜，沙見你哋改到無共用嘅生活體驗。一啲學生嘅成長變化，評論一等336個點鐘嘅先生從開路看到嘅，或是任何碰到困難的地方，他們都會繼續把它做到完，團結，然後肯吃苦，然後不畏辛勞，這樣，這是我觀察我們班這些孩子最大的成長。看到有啲聲音啊，從頭到尾行喺磨痕艱苦，一路堅定市場查過來。看到有啲聲音咧，見停喺度食苦嗬，有啲我喺度感到真安慰。相信呢係聲音千態嘅收穫嗬，佢應該永遠都唔會唔記得。我也相信轉去以後，佢會將佢路嘅感受到嘅、學習到嘅東西呢，反映到佢所學到嘅想法，將來人生嘅路長嗬。這個演講行好開順，一條聲音呢練習面對路行連輪來嘅各種困難，好似解決問題付出成長，一擺挑戰自我嘅立場，靠一等用嘅勇敢去完成自己編織嘅美麗夢想。